香港蝸居兒童房大改造，一仔一女終於可以有自己獨立嘅床位、學習同收納空間，從此唔使再咁擠迫，啲嘢亦都唔會撈亂。男仔個竇上床瞓覺，隔離就係溫書基地，書台同吊櫃層板格一氣呵成，吊櫃可以擺啲唔等使嘅雜物，中間層板格就放滿心愛公仔，下面張書台光猛企理，溫書都特別醒神。女仔個小天地用咗地台床設計，瞓覺之餘，床下底仲有超多儲物格，玩具被鋪全部塞得入。床頭隔離就係專屬學習區，同男仔區一樣咁實用。細路女自己嘢自己管，從此企理晒。張床對面起咗一大排粉白藍撞式儲物櫃，搶眼到極，裏面間隔清清楚楚，掛衫鈎、摺衫鈎、大舉桶、層板格樣樣有齊。兩個細路嘅衫褲雜物終於有晒個安樂竇啦！鍾意呢個設計嘅朋友 PM 我攞報價單加免費設計啦！